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8。加拉太书6章14节安尼讲：若是我断毋夸口别项，只有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拿定。对这个，就世间我顶十字架，我世间也是安尼。三天来祈祷，爱愿无夸口别项，只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满心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学了你至圣的名。因为你是早得的，现在得的，将来也永远得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、掌管万物的至权主宰。愿要拍败伫你的面前，承认你是活命的主，你牵得一切的颂赞甲敬拜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每日的生活中活出十字架的使命。主啊，当阮面对应有的事，互阮会记你甲基督同顶十字架，因为阮断无夸口别项，只有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掠定。对这个，就世间我顶十字架，我世间也是安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